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筛检吗？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测检吗？请问卫生所有做癌症测检吗？有的，我们有提供子宫颈癌、乳癌、大肠癌跟口腔癌的检查。有，我研究体强、子宫颈癌、内癌、大肠癌和口腔癌的检查。有，我研究体强、子宫颈癌、内癌、大肠癌和口腔癌的检查。我想带公婆来做检查。我想托兔家管家婆做检查。我想托兔家管家婆做检查。但他们总推脱身体很健康，不需要做身体检查。不过，几人总是推讲身体真康健，无需要做身体检查。不过，几人总是推讲身体真康健，无需要做身体检查。一品，我们30岁以上的女性。二品，会因30岁以上的妹子。二品，会因30岁以上的妹子。每年要做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。兔年来做一摆子宫颈抹片检查。兔年来做一摆子宫颈抹片检查。45岁到69岁的女性，每2年要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检查。45岁到69岁的妹子，2年就要做一回内房 X 光摄影检查。45岁到69岁的妹子，2年就要做一回内房 X 光摄影检查。至于50到75岁的民众，每2年要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。若是50到75岁的民众，加2年要做一回粪便潜血检查。若是50到75岁的民众，加2年要做一回粪便潜血检查。至于30岁以上有吸烟或嚼槟榔的民众，若是30岁以上有吸烟，也是就抽槟榔的人；若是30岁以上有吸烟，也是就抽槟榔的人。每2年就要做一次口腔黏膜检查。 2年就要做一摆口腔黏膜检查。2年就要做一摆口腔黏膜检查。我记得阿公是不是有抽烟啊？我记得阿公是不是就吸烟？我记得阿公是不是就吸烟？我爸是老烟枪呢。我爹是吸烟吸真久啊！我爹是吸烟吸真久啊！哦，那更要带阿公来做检查，还要请阿婆一起来。俺更加爱兔阿公来做检查，也会请阿妈空下来。俺更加爱兔阿公来做检查，也会请阿妈空下来。为了健康，身体检查是一定要的。为了要健康，身体检查是一天爱的。为了要健康，身体检查是一天爱的。我知道了。你刚刚提的癌症筛检需要付费吗？我知啊，迄头下讲的癌症测检要纳钱么？我知啊，迄头下讲的癌症测检要纳钱么？需要带什么证件呢？水要改证件呢？水要改证件呢？都不用付费哦，拢不需钱哦，拢不需钱哦。带健保卡跟身份证来卫生所挂号就可以了。随健保卡和身份证来卫生所挂号是袂用啊。随健保卡和身份证来卫生所挂号是袂用啊。好，谢谢你哦。好，落力现。好，落力现。